天气呢，连咪寒，连咪热，青菜、水果出现两种情形，先来关心进前，因为寒流来时造成旱害，高雄市莲雾甲这个柑仔蜜拢出现灾情，农损金额有385万块，受损的面积61公顷。主要以莲雾为主，农业局呢是表示讲，农友若是讲有灾情，会使甲在地公所通报，当然嘛要注意农产之间的管理，减少损失。目前受到武汉疫情影响，中国部分的订单嘛暂停。农业局嘛协助对接别国的通路，稳定这个产销。今日高雄六股区的莲雾园，面前的景象农民是油头革面。你日头出来个落啊！规个高雄的莲雾落果真严重，一个车顶的莲雾拢受损，影响收成。这边的莲雾受损吼，差不多2/3啦。日前寒流过境，高雄市的莲雾甲柑仔蜜拢有灾情。到初时下晡为止，高雄农损累计金额达到385万，以莲雾为主，占60公顷。那莲雾主要是在六龟区有60公顷的损失。前2档外销量成长率上悬的就是莲雾，2008年度莲雾外销总量是678吨，比2007年成长270%。但是目前受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，估计冲击出口订单。农业局会帮忙对接亲像香港或者加拿大通路，稳定产销。嘛呼吁农民这次旱害若受灾情，会使向在地公所通报来做后续的协助。